其实咧，透过当到嘅发通也好吼，对小朋友嘅提升系这个让用系很大的，是动态嘅吼。哦，比如讲像李亚平，还有这个是宣婷带来嘅小片，对不对？像这个也是一个活动，嘿对啊，来介绍一下的吼，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发通啦吼，像亚种吼。那种嘿，像是去年我们在懂流行的那个乌克丽丽，嘿，古说俺哋就有老帮小朋友办一个乌克丽丽学习的课程，对，就让他们在暑假，因为暑假这2个月小朋友某一松课，嘿阿爸没又要去上班嘛放他一个人在家没某风险，古说俺哋就办6张那个乌克丽丽的课程，我所以你的免费来上课，嘿，然后我们上完课之后还有一个成果发表会，让他们去表演。表演完之后，这个乌克丽丽还送他们。对啊，所以说这个活动就让小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兴趣培养的部分，因为其实你得有服务的家庭吼，有大部分係經濟較唔好的家庭，古說免冇乜解機會做啲本身年去參加才藝課程，也係補習班。嘿，古說俺哋就辦下烏克麗麗的課程哈，就有一點是本身年有一個接觸的機會。哇，真嘅吼，要真嘅輕鬆喲。其實吼，這是一個像那個烏克麗麗嘅發通，還有鴉片吼，鴉片感覺上這是哇，這個剛才這邊也是剛才提到的，對不對？嘿啊，像就是這2張啊，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有分享到那個團體，高中老師你的團體，嘿，那其實我們就有辦一個親子的團體哦，我們就邀請胎寧、生你一起來，我們來討論平常你們怎麼生活的。你們會為了什麼事情去演嘎？好，然後還有一個時間，我們特別安排的是，我們請老師安排就安排親子按摩，就是生你的老胎你按摩，然後胎你老生你的按摩，馬殺雞就馬殺雞。因為啊，俺哋就年紀越來越大，其實我們還機會做得去讓阿妹，就是去抱媽媽、抱爸爸。對啊，其實我現在也是，我也不太敢抱。对啊，真的？為什麼？會就覺得很害羞啊。對啊，所以我們就剛好就是透過這個機會，強迫你一定要抱，你一定要按摩這樣。不過宣婷你自家啲兒童福利聯盟上班按叫嘅，你啲鋪頭拼人嘅，今年自家係會害羞，唔敢依讓，就是比較自己的這個。家人比較親的人，他比較親的人哈哦，所以其實是需要訓練的，訓練嘅哈。真嘅，其實我可以想象哦，做得熊熊哈，青島給小朋友，如果說他曾經有一些傷害，對不對？好，那你說他心中有一些創傷，你還要，如果你又想說他其實跟人的距離是以老你可以體力嘅，他其實是會害怕的。對，這個不像哈，給我以前啊，以前哦，這個。專去給摸下嘅時間，看到給爸爸媽媽的時候哈，我不是這個捏他的臉啊，就是玩他的這個頭啊，摸身體啊。那我想這是因為從小到大嘅時間，因為你很習慣，已經習慣到爸爸媽媽有比較身體較親密嘅接觸。你講兇哈，對青島嘅人還是不習慣的。對。可是那樣子的一個接觸，事實上是一種很親密的互動。會有一種心裡頭這個情感嘅交流哦，所以這個其實是請鼓勵大家做的按做哈。這個也有一些小朋友哈，親戚關呢，這個讀這個國小嘅時間，一中的一個時間，爸爸媽媽就跑上去哈，就讓的爸爸媽媽哇，爸爸媽媽心裡又是覺得好溫暖這樣子。不過也有很多到國中的時候就開始走個叛逆期嘛。後來就是，如果說他又一直越來越疏遠，就就跟爸爸媽媽的體力就拉開了。不過這個是宣婷基本嘅哈，小嘅青島嘅目標嘅就得講係兒童神眾嘅一個這種活動啊，或者是鋪頭嘅活動，我覺得今後唔過有一個問題哈，在最前面的節目有講到哈，就是阿公阿婆圖生你要想呀哈。這個存錢真困難吼，個成敗也唔係講按簡單吼，佢係講有生意嘅時間，當然就會請爸爸媽媽圖生意嘛，就是阿公阿婆嘛，因為你會大量存錢啊，唔係講阿公阿婆圖生意唔好哦，唔夠喪事，阿公阿婆可能年紀大了，吼，他也會有體力上面的負擔，對不對？所以其實隔代教養，也是現在會產生。青島嘅問題，做得按講，可以這麼說。其實現在
那个隔代的家庭越来越多像俺哋就伫苗栗服务的过程中就有发现其实苗栗的隔代家庭要迁徙其中阿爸阿妹迄单亲的身份要移动，也有可能有时候阿爸阿妹他就离家了，他就去服刑了。他可能就失踪没有联络了。故说也对阿公阿婆就懂辛苦因为佢就会去承担起照顾生命的责任。刚还没有讲到，佢可能年纪大了，佢可能身体唔好佢可能不认识字，佢安认为去搞生理的偷书。真嘅呢？对啊，故说就会有种种的问题。比如讲像今年宣传有带来像迄种隔代教养的问题，上面就有一个小小的例子。你也如讲，其实阿公阿婆伊想去搞生意，不过佢唔会佢咩唔实施做两样讲嘛。係前一场的有个新闻有冇个阿婆亲等一下，因为阿婆佢唔实施，所以他用畫圖來代表，比如孙的这个某某孙的迄个头颜，他就用畫圖他就画了一个好像小白兔嘅图形，这个贝尔斯讲哇，像这样子的话，是他在教育高幼生意的时间也会有困难。对不对？不过就像这边有提到的，我们还是可以提供，我们其实是可以帮助天数阿公阿婆，对不对？也有嘛，对不对？也有一些像服务专线可以联系，那永远做在天数阿公阿婆用的来。搞孙呢，这样讲嘛？做对啊，故说儿福联盟第苗栗亚片就有成立一个隔代教养的咨询天发。我忘记讲到名字，还有个名字我们帮他取名叫做秃孙呢。秃孙呢，就很简单嘛。只要是你有叠秃孙呢你生发出有乜嘅问题还是说你有什么困难就做在大案，你就会天发，就会有沙工，就是让你去飞谈去看他的生发中有乜嘅问题有乜嘅困难做在天数的安样。冇错。不过其实讲到阿婆也好，阿公也好，现在有一个心态跟问题，就是爸爸妈妈喺讲缘尽了。而离婚的时间，有时候小朋友会变成筹码。这两讲嘛，严重的话就会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懂得离婚阿爸阿妹其实伫离婚前关系就唔好唔可以懂家严家，就可以唔会共发，也可以讲我不准你来看小孩，我不准就是小孩跟你出去之类的一个状况，故说没会去影响到生理的平松时的心情，还有生活的稳定度，然后。更严重，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它变成一个筹码，一个工具。故说我们儿福联盟就有看到这个现象，我们就希望说，不要让小朋友成为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不要让小朋友这么难过，所以我们就有去发展一个叫做离婚家事商谈的这个部分。家事商谈，家事商谈就做在本给爱离婚的阿爸阿妹用一个字眼，那你就要有老法院合作。法院也可以转介个案给我们。如果法院觉得说这个阿爸阿妹需要好好的讲一下，冷静的讲一下，他也会转介给我们。故说我们在这个家事商谈的服务里面，俺哋有做的事情，可以在协调者的角色，因为俺哋有希望开年做咧好好讲离婚一件事情，就大家好聚好散嘛。然后本身你一直靠。稳定的生活环境，因为一般人可能冇了解甚至跟爸爸妈妈迄讲离婚嘅时间，唔係讲亲平和嘅沟通，在这小朋友心肝度留下的创伤，可能有远远超过大家嘅想象。大家会知道要冇乜解其实他嘅声音很聪明、亲情嘅，其实佢乜解都知，佢只是没有讲出来听听，不用到嘅心肝度。不过讲到他其实也有一个很严重嘅问题，可以同大家来分享。就係失踪兒童，佢唔檢貼嘅聲音嘅聽情失蹤兒童協尋，現在很多失蹤兒童多，對，怎麼會這麼多呢？唔過很多唔過要今年比例會那麼高，有多數係青少年，因為可能就是老。阿伯阿妹演嘎，我就负气离家出走，然后讲我上网，现在不是上网，交网友，我要去看网友，我就离家了。阿某老阿爸没讲所以说现在很多的那个失踪会10年的黑青少年，故说俺那头就会透过公开协寻的方式，比如说。
有人讲的相片，也很拿那个协讯海报啊哈，嘿，就是这样的方式哈，其实啊，老给青少年请多做人的机会哈，有高达70%动高哦。啊，我觉得哈，真的可以天下父母心嘛，天他父母心，因为讲呢，就是这个我刚才讲了一些案例分享，公爱第有个案例分享就会有这个高中生的小妹呢，哈，佢出去了啊，其实佢去同网友见面，对，结果呢佢冇同爸爸讲，也係講佢就習慣想說暗時嘅冇專意不下，結果佢點冇，佢一直到天日嘅早晨，有看到佢爸爸哈，佢爸爸呢，他就是非常的慌張，那個墨竹啊，跟那個小白兔一樣，是整個個粉色嘅，你就知道他整個晚上是冇睡冇給，他怎麼樣？佢就是騎着這個歐多拜，就是在那個整個這個街道不斷的找，非常非常的這個心慌張啊，心害怕，結果好險後的給早晨7點鐘的時間，同學回來了，他就是去網友家睡了一個晚上，給天一早晨天一轉了嘞，結果你知道轉了個時間，是不是好險找到了？係啊。可是那個爸爸發生什麼事情？你看到給一家嘅模樣黑模樣，他馬上就過一巴掌，因為他。对，你在旁邊的人看到非常的害怕，你會知道有沒有按定一樣，你趕快把爸爸拉住。其實你也很同情爸爸，因為你知道爸爸從可能前一天晚上的7點多、8點多到天亮沒有回家，他就是騎的那個歐多拜一直找，所以你看這也是另外一個青少年的問題。對，結果像按勇給青島有可能那個同學他可能就離家了耶。對，那就變成另外一個。你跟那個青少年的問題哈，所以其實這樣講起來、講起來哈，真的這個例子聽起來其實心裡是很難過的，因為你也很心疼那個爸爸，對，可是他太心疼女兒了，所以他看到女兒他就很生氣，輕片無所就大聲音，這也是另外一個管教不當的一個風範，就這樣講哈，對，所以哈，根本佢其實老宣庭那種大嘴巴，要分享是咪地講？兩下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一家嘅門，人家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就這樣講。不過其實講起來還是有方法的，你係講需要你提修，還係有管道嘅，就嚟讓你提修。不過還有乜嘅事情就嚟分享咧，請大家先聊下，等下再來哦。